6月25日，隨着中東緊張局勢出現緩和跡象，以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釋放可以等待減息的預期，黃金市場承壓大跌，現貨黃金失守2週低點，現貨黃金下跌1.37%，收報3324.35美元。黃金避險吸引力的減弱與利率預期的不確定性共同導致市場獲利了結，推動金價大幅回落。中東停火協議暫緩地緣擔憂，伊朗與以色列達成的美方斡旋停火協議，這項協議大幅減低了市場對於原油供應中斷和地區衝突升級的擔憂，直接削弱了黃金的避險。與此同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周二國會作證時重申，美聯儲將繼續保持耐心，等待更多通脹和經濟數據再決定政策調整時機。年內減息仍具不確定性，市場目前預計美聯儲可能最早於10月啟動25個基點的減息，年內累計減息50個基點的概率仍存。金價難以因利率預期而獲得強勁支撐，儘管短期黃金因避險減溫與政策模糊性承壓，但若經濟數據表現不佳或通脹繼續回落，仍可能為黃金提供中期反彈機會。所有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如據此買賣，盈虧自負。請訂閱、按讚、分享，多謝收看。